今次同大家推介額濟納旗金秋胡楊林8日行程，全程唔使自己做攻略，跟住我哋玩就得啦。一次行完2大胡楊林，一年至尾21天，錯過再等1年。我哋香港機場集合，搭機直飛蘭州，前往武威參觀平山湖大峽谷。呢度被稱為活的地質史教科書，集丹霞、雅丹地貌於一體，山體紅白和赤紅交錯，圓錐柱狀山巒，造型獨特，滿滿蒼涼宏偉氣勢。之後深入內蒙古額濟納旗，遊覽舉世聞名嘅藥水胡楊林。胡楊素有生而不死1000年，死而不倒1000年，倒而不朽1000年美譽。奇特枯木構成怪樹林，盡顯植物頑強生命力。順道遊覽西夏古遺址黑水城，感受絲路古文明風采。朝早欣賞居延海日出，呢度號稱中國北部最美日出之一，晨光鋪滿湖面，水鳥輕飛，畫面自癒壯觀。隨後遊覽額濟納旗大漠胡楊林，屬世界僅存3大胡楊林。每年秋色只維持短短21日，金黃樹林襯大漠黃沙，宛如人間油畫。中意影相嘅千祈唔好錯過。繼而前往金塔胡楊林，風格同大漠胡楊截然不同，精緻夢幻，滿有詩意。金黃胡楊立於沙間，清澈溪水倒映樹影，不時有野鳥掠過水面，整片林海猶如童話世界。之後走訪絲路經典古蹟，先參觀絲路重點名勝大佛寺，再到有石窟鼻祖之稱嘅天梯山石窟，作為中國早期石窟藝術代表，底蘊深厚。中意歷史古蹟嘅可以慢慢細賞。隨後出發前往黃河石林國家地質公園，被譽為中國科羅拉多大峽谷，奇峰峭壁千姿百態，盡覽大自然鬼斧神工，漫步上奇石，呼吸清新空氣，放鬆身心。旅程最後由蘭州機場搭航班舒適返港，圓滿結束秋色旅程。呢條行程全程純玩，無自費無購物，安排專業工作人員隨團照顧，讓各位貴賓團友盡情暢玩，盡享一段舒心的旅程。旅遊必須齊齊玩，